蔡天鳳失蹤案件。蔡天鳳失蹤日，陳大人登門睇樓，蔡天鳳家姑涉嫌妨礙司法公正案。警方指李瑞香選擇性合作，拒答鄺港智相關問題。名媛蔡天鳳前年遭肢解碎屍，事後其前夫鄺港智三父子被控謀殺罪，前家姑李瑞香否認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受審。控方4日於區域法院透露，根據閉路電視嘅片段，蔡天鳳失蹤當日下午近1時，曾經帶同2人上門到加多利山住所，推斷係睇樓。李瑞香及鄺港智分別喺早上及10分鐘前離開單位。時任失蹤人口調查組女警長就供稱，李瑞香會面回答問題嘅時候好合作，但當問題涉及到鄺港智嗰陣時，李瑞香佢諗都唔諗就話唔知，唔想講。詳細報道。法官陳廣慈查問之下，處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梁玉衡透露，根據閉路電視片段，前年2月21日蔡天鳳失蹤當日，被告李瑞香上午7時15分帶同2個孫離開咗加多利山住所，鄺港智就喺下午嘅12時45分離開單位。蔡天鳳10分鐘後曾經帶同2個人上門到加多利山嘅住所，推測就係睇樓，直至下午2時14分離開。期間李瑞香以及鄺港智都未返去住所。時任西九龍失蹤人口調查組女警長張美蘭作供嘅時候話，蔡天鳳失蹤2日後，相約被告李瑞香同鄺港智嘅兄長鄺港傑喺加多利山住所會面，調查蔡天鳳失蹤一事。女警長張美蘭解釋，蔡天鳳日常會到加多利山陪伴子女，並且獲鄺港智告知，蔡天鳳失蹤當日下午冇時間接送子女放學，要求李瑞香代為接送，遂希望上門調查，而且當時希望聯絡上鄺港智，認為鄺港智或者曾經接觸蔡天鳳。細標題：對警方上門家訪唔合作。女警長張美蘭憶述會面當日同隊員出發前無法聯絡李瑞香同鄺港智2人，直至中午左右先至能夠聯絡到李瑞香。預期喺會所游泳池旁邊會面，鄺港智其後到場加入。警長張美蘭曾經要求上門到住所，但係就再遭受到李瑞香嘅拒絕。警長張美蘭認為回答問題嘅時候好合作，例如會詳細交代加多利山住所有自己啦、2名個孫啦，以及2名嘅家傭係居住，又會話蔡天鳳日常係照顧子女嘅情況，並且交代日常同蔡天鳳輪流接送小孩放學，指蔡天鳳好錫小朋友，會陪伴子女玩啦、溫習等，週末啊、假期又帶子女去同一個村住所同住。女警長張美蘭繼續話，當問題牽涉到鄺港智嗰陣時，佢諗都唔諗就話唔知，唔想講。要求上門家訪時，感覺就唔合作啦。警長張美蘭明白有人係唔中意警察，但係得知到李瑞香嘅丈夫鄺球都係做過警察嘅，就好好奇點解李瑞香會咁抗拒警察嘅呢？警長張美蘭交代會面當日對答嘅過程，曾經問及鄺球點解唔在場啊？李瑞香就回答，同單失蹤案都無關，唔想答。問及加多利山住所嘅業主係邊個嘅時候，李瑞香就回答，同單位無關，你自己係差人啊，你自己都可以查到，唔使問我。問到鄺蔡幾時離婚，追問鄺港智聯絡方法以及近況嘅時候，李瑞香就回答唔知，唔想講，同單案件無關，我唔想答，我有權可以唔答。